今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东可能会有小风，各地温度嘛拢真悬真热，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所以今仔早起气象署嘛针对嘉义、台南各云林来发布大雷公雨的信息。另外拜三到拜五，各地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，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，过头嘛可能会有雷公雨。拜一透早，中华的民众骑奥多拜穿雨抹出门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，气象署伫咧透早直刷针对中华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和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，而且搁特别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留意强阵风和弹雷公的情形。从累积雨量方面呢，可以看到，其实对流从沿海移入，所以沿海到内陆的这一带降雨是有这样子在沿海比较偏多，往内陆逐渐的减弱的情形。那这样子伴随的短延时强降雨，其实移入的对流呢，都有来到时雨量40-50毫米左右。尤其今天清晨在云林这一带的时雨量最大来到70毫米以上，是相当显著的短延时强降雨。气象署表示，中南部地区虽然因为落雨有小可降温，不过温度也是真悬，伫咧33度至35度之间。北部和东半部的高温伫咧34度至36度，尤其是华东地区受到火烧风的影响，温度会更较悬，恐惊会造成农损。在花莲、台东，今天的气温上面高温可以来到34到36度左右，尤其焚风的部分可能也会有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发生。至于在西半部宜兰，大约在33到35度，澎金马是30到31度左右的气温。也若未来一礼拜敢有风台形成，气象署表示，目前西北太平洋暂时无低压扰动的情形，要形成风台的几率并无悬，不过也是爱观察。记者陈亚轩、林秀凯台北报道。